全屋嘅地台以深啡色嘅木地板鋪砌，為咗營造華麗嘅氣氛，客廳就鋪上一塊地氈，圖案就同梳化上嘅 cushion 一樣，貫徹翻室內嘅設計主題。旁邊嘅貴妃椅雖然圖案係斑馬紋，同旁邊嘅主題唔同，但係擺埋一齊，亦都唔覺得太過花巧。除咗因為單位本身嘅樓底夠高，有12尺，空間感夠大之外，設計師基本上只係以白色同埋湖水藍作為家私嘅主調，亦都可以平衡翻呢一啲圖案可能帶嚟嘅凌亂感。個廳即係個空間要比較大先好，容易先做得好。如果嗰個地方比較細呢，你唔可以話每幅牆都做咁多嘢。梳化背後嘅牆身就以印有暗花嘅玻璃鏡作為裝飾，同飯廳旁邊以印有花卉圖案嘅牆紙互相呼應。設計師話全屋嘅牆紙都係由歐洲入口，夾埋要超過10萬蚊，比起一般市面上可以買到嘅2-3萬蚊貴好多。要營造華麗嘅氣氛，呢一類嘅木刻裝飾以及水晶吊燈，當然都唔少得啦。首先呢個 style 你唔可以揀啲好 modern 嗰啲燈，即係一片玻璃啊，嗰啲已經唔 match 噶嘛，因為嗰啲係屬於 modern 嘅 style 噶嘛。咁所以modern classic 嘅 style 咧，一定要揀翻有啲 classic 嘅元素嘅嘢。咁玻璃同埋水晶係屬於有呢一種元素噶嘛。全間屋有3間房，視覺效果一樣咁豐富。呢一間以白色為主調，而且以青綠色作為點綴，令到人感覺充滿生氣。但係仍然都離唔開以花卉作為主題。呢一間就白色襯粉紅色，一睇就知道係囡囡嘅房間。主人房以深啡色為主，牆紙嘅花紋比起其他嘅房間更加搶眼，顏色亦都更加豐富。設計師亦都利用埋一幅落地嘅布簾去分隔房間同埋衣帽間，令到成個設計風格更加統一。